国内消息来看，社署公布咱国内上新西药欠缺的情形。顶礼拜是接到18件欠药的通报，其中有7件是在调查后无欠货的情况，另外9件有建议使用替代的药品，包括治疗梅毒甲 A 型链球菌的药物盘尼西林。虽然咱国内阁有2个月库存，也毋过嘛是要求厂商7月份阁再进8000吨的注射药剂。就是这种盘尼西林抗生素注射剂，临床常常用伫治疗梅毒、甲 A 型链球菌的上呼吸道感染。因为最近传出有药品欠缺的代志，经过小署盘点国内药品供应情形，目前国内有一张药品许可证，健保1个月用量差不多是2000支，依然有2个月库存量。毋过，为了较细致的，会要求药厂7月提早进货8000支来台湾。目前的库存是足够有2个月的用量，好，所以可以供应到8月底。那我们也进一步洽输入业者，他们也预计在7月会进下一批货。另外，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也在高峰期，有将近8成确诊者拢是感染 XBB 变异株。不过最近有医师发现，快筛试剂针对 XBB 疑似测不准的为阴性，准确度只有7成。小署回应表示，目前还未收到有关 XBB 变异株影响检测成能的通报，已经要求业者1个月内交评估报告。为求严谨，我们已经发文要求业者呢，就是限期在1个月内提交产品检测性能不受这个 XBB 1.5变异株影响的评估报告。小署表示，新冠疫情期间紧急使用授权 EUA 总共205种快筛试剂检验试剂，其中部分产品授权期限到6月30为止，要重新申请医材许可证，才能够制作甲输入。库存产品依然应使用到保存期限为止。不过，其中有40种家用快筛试剂，已经要求业者7月底进前要交检测评估报告，若无依法要入去免个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